个是你自己买的？这又没买。自己养出来的呀？他就跳舞吧？你跳不跳舞？你跳舞吗？你跳舞啊？不能不能。哎，太拥挤来了。江波没来了，在昨晚取证，通过，江波今天没来了，扎西取证也没来了，这几天。这个是七里卓玛，七里卓玛是永贞的妹妹，叫永儿，对，她的网名叫永儿，还是取了一个比较正式的名字。
他一般叫习惯了，叫一会儿，一会儿一会儿。叫蓝卡也可以。都是老师。这个老刘，这里看这个。现在可以看一下，等会儿一般你看不到了。一般我没举那么高，举高了就可以看一下聊天。这个不管它吧，卡一卡吧，我没办法，它应该是自动调整的。那么就是网络有点太多了吧？互相竞争了。
充电了吧？网络应该停止了吧？一般没关注这个吧。现在我看他的话有点纠结，就不管他了。一般网络是正常的。太多了，巴西没来，他们朋友去哪边走？巴西刚刚说还有，他们三个嘛，2个都回家了，回老家了，1个星期之后才回来，好像应该明天就回来了。拉上去，那就拉上去。看到巴西了吗？他是去哪吧？他去这儿吗？对，他今天他今天问我，他说今天晚上，我说今晚上你过来呀，有活动啊。他说周年庆嘛，他说他有可能回来了吧？他走了1周了，往吹来了，包括公正、英国这3个。他打到那一块，有可能要来周年庆吧。今天在那跳一跳，没有庆典活动。小菩萨，叫观世音姐姐嘛就完了，直接叫菩萨姐姐也可以，叫观世音也可以。好像长得很像是吧？上天注定的那种，长得像没办法。那个不认识，没去问他。这个就不能进去留学了啊！谢谢啊，谢谢啊。对啊，命中注定的，肯定。叫观世音姐姐嘛，他们叫观世音姐姐，观世音小姐姐，对，叫菩萨姐姐也可以。你叫付云玲也不能，或者叫玲玲也可以。